各位香港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清遠跨境置業顧問小張，今天帶大家 VR 睇樓，解鎖一個清遠市區高性價比嘅筍盤時代傾城西區。呢套單位總價只需44.8萬，首期7萬，月供1500即可上車，仲係精裝修未住過嘅南向三房。最緊要係小區往返香港超方便，樓下10分鐘直達大巴上車點，20分鐘到高鐵站。週末返香港飲茶探親話咁熱，即刻跟我入屋睇真啲。呢個就係戶型圖啦，房間係有3個嘅，洗手間一個廚房，一個陽台加一個入戶玄關。睇完戶型圖，我哋繼續睇房，先睇下呢個房嘅大門位置。入戶玄關42尺，一入屋就見到呢個42尺入戶花園，可以擺鞋櫃、綠植或者平時放一些雜物，業主貼心留白，等你自由發揮。睇完入戶，我哋再睇下廚房。廚房48尺，U 型廚房，3面操作台，儲物空間夠晒，抽油煙機，嵌入式煤氣灶，全部交樓標準，瓷磚到頂，易打理。旁邊預留雙開門冰箱位，煮餸動線一氣呵成。有明窗，採光通風冇問題，煮餸唔使擔心油煙。睇完廚房，我哋睇下客飯廳。客廳加餐廳269尺，穿過玄關，成個廳堂即刻開闊，南向大陽台穿透光入屋，白晝完全唔使開燈。269尺空間足夠擺一盒型沙發加6人餐台，一家人聚餐，招呼朋友都唔逼仄。留意天花嘅簡約燈槽設計，精裝修直接醒返5萬蚊。南向陽台50尺。重點嚟啦，50尺南向陽台，朝早陽光灑滿成個廳，望出去係小區花園同北江河景，冇樓遮擋，風水格局一流。晾衫、種花、擺張藤椅嘆咖啡都得。睇完陽台，我哋睇下3個房間，同一個洗手間。我哋先睇下第一個房間，呢個房間可以做主人房。主人房134尺，壓軸係134尺主人套房，3面落床設計，可以擺到1.8米大床加雙床頭櫃加頂天立地衣櫃，最正係窗戶正南，每日被陽光自然叫醒。周邊配套解決距離焦慮，擔心住得遠。時代傾城西區係清遠市中心心臟位，醫療無憂。樓下10分鐘到3甲中醫院、人民醫院，港人最怕嘅醫療問題完全解決。購物即興，繽紛天地、天人廣場2大商場行街、食飯、睇戲一站式搞掂，燈式茶樓、連鎖超市應有盡有。兒童房66尺，第2間房66尺。到時可以擺1.2米床加書加衣櫃，綽綽有餘。窗口對住中庭花園，夠安靜，細路溫書唔怕嘈。分段式設計，早晨刷牙的時候不影響入邊的人用廁所。做咗乾濕分離，試咗次，有明窗採光通風沒問題，加鏡櫃洗手池。週末的時候可以去飛來湖濕地公園騎行，來回1圈8公里，或者北江河邊食農家菜、清遠雞、河鮮鮮到彈牙。81尺適合作老人房，夜晚去乾濕分離工位。27尺只需2步，馬桶、淋浴間獨立分區，防滑磚已鋪好，長輩安全最緊要。呢個價位，香港買房，清遠買3房，業主急放盤，鎖匙在我手，隨時 VR 約睇或實地考察。首期7萬，相當於香港2個月租金，但呢度係你永久資產，趁大灣區融合加速，
早買早享受升值紅利。WhatsApp 我預留優先睇樓，清遠安家，其實就係一步之遙。今期嘅視頻我哋睇完啦，如果有興趣可以視頻下方評論區聯繫我，我哋下期再見。